谢谢，我自己嘛爱拍手。对啊，嘿啊，再度登来咱节目现场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秀玲姐哈，陈秀玲。你刚刚叫我拍摄呢？无啦，这哪有拍摄？今天有你。无你叫啥？秀玲妹，好不好？你确定你比我较细？我们就假装一下，我就不想让你假装。你看起来真的是比我年轻了。我坦白讲，因为会当保持咱今日开视讯嘛，你若是无相信的听众朋友，你即马若是手头边有这个电脑，你甲拍开上网络锁定咱报道联播网的 Facebook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视讯啊，还是讲在 YouTube， 我们都有直播的频道哈。常讲我是上需要检讨的，对不？今日我30几岁呢，还未上色，但是我看起来已经刮起啊、肥起啊。奇怪，你都知你家己爱检讨，你哪会敢出现你的镜头顶？我今日是为着你才拍开这个呢。安尼哦。对啊，你看我提升我家己，你搁安尼给我气嫌。不会嘞，其实不会，锻炼看看嘛是真 OK 啊。OK。喂。你这个是谁？好啦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秀玲姐刚刚的新歌叫做《思念的你》，对不听完了头一首歌，叫做《满白的相思》。这个专辑的这个主要这个作词作曲的是什么人？是你有创作吗？我是我的头家。头家叫做李天良董事长。你最厉害，我要跟你讲，头家贝多利唱片的档诶。就是讲贝天良，伊不姓贝董。不是贝董，是李董。贝多利唱片的李董。是，当初是因为阮李董伊家己写好这首歌，这首歌是伊甲伊的查某囝，伊咧讲伊甲伊的查某囝的一段感情，就是讲他的女儿是突然间很年轻就离开，所以讲他会想到他过去跟他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促使他有这样的心情去写这首歌。你有唱出来，迄个满白的相思，对不？对于来讲，思念的你。你咧唱歌，你的唱歌的时阵，你的这个思念的对象是什么人咧？都是我爱我的人啊，爱我的歌迷啊，爱我的听众观众啊，一定是安尼啊，敢毋是？还逐工看讲秀玲，我好爱你哦，逐工拢有这种的啊。是，这个对你来讲啦，这个咧唱歌甲伫咧戏剧面顶有啥物无共的所在咧？唱歌当然是我觉得最拿手的，因为唱歌就是你好我一个音。好啊，听两个啊，我都会晓啊嘛，所以我喜欢唱歌，我也喜欢站在一个舞台上，拿麦克风在上面，搔首弄姿啊，扭腰摆臀啊，真的。然后都不唱啊，就只有搔首弄姿，还是要的啦，对啦。然后我就是喜欢这样子表演。好，然后唱歌甲演戏无同款的所在是，我感觉唱歌较简单，但演戏吼，因为是一群人，对，你爱甲所有剧组的每一个人，你拢爱有法度配合相处，我都至少都可以讲上几句话。这样啊，无吼，你若要对戏的时阵吼，因咱两拢无讲话，这生疏的，向向退开，唔知要安怎甲你讲。对啊，所以讲，你不管迄个人你有介意无介意，你总是会有遇到不喜欢的人吧？对啦，总是会啦。但是你无介意，你嘛爱有法度甲伊对戏，甚至跟他抱头痛哭啊！你老皮蛋们也辛苦啊！你还是要做拍戏就是安尼。一般在咧一段，咱已经会当得知一二。伊过去对手是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无介意的哦。没有。我们赶快回去 review 迄个戏说台湾每一集都有存档。我跟你讲我的个性秀玲较早真正有较难相处。因为我以前也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家互动。可是我慢慢发现。我知道要怎么样跟人家互动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若感觉迄个人好我讨厌是，我先等伊检讨我家己。哎呦，真的我不骗你，我就会先想说，为什么我看他我不顺眼，是他哪一点？那如果真的看人家不顺眼，是自己修养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做陪伴，我感觉伊甲我讲我做好不，我感觉我既然是大人，安尼甲我讹了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这首歌叫做《思念的你》，咱今嘛同齐欣赏。
心肝，牵着咱情深深一直行。忽然间，无奈运命强强来甲你带，无待念，阮的心情汹涌来拆散。思念你坚强的形影。思念思念的你问我吃饱未？一条感情线，绵绵的心肝，牵着咱情深深一直行。忽然间，无奈运命强强来甲你带，无待念，阮的心情汹涌来拆散。我心肝，我心。笑声，思念你坚强的形影。忽然间，无奈运命强强来甲你带，无待念，阮的心情汹涌来拆散。笑声。